后来，这个花莲大地震今仔日进入到第7天，国民党的立委鲍坤琪早起伫个倒摊区的天龙城大楼的头前来举办着记者会，伊是公开来喊话，爱中央担起着责任，提供组合厝，予灾民来住。不过，即摆传出讲，2018年花莲地震，当时社会各界捐款20亿。当时做县长的鲍坤琪是摕其中的8亿去补助条仔卡。鲍坤琪是提出着证据正面来回击，讲行政院当时有差事，会当使用善款来补助业者地震的损失。鲍坤琪讲，伫台湾灾难的期间，也有遐尼济网军的侧翼咧谣言攻击。鲍坤琪是请问总统，董理心伫倒位？看到当年2018年花莲大地震的影片，国民党立委鲍坤琪摕手巾仔来拭目屎。今年花莲大地震一早起9点就开记者会，伊要来替灾民向中央发声。中央政府能够比照921大地震的时候，能够有6000多顶的组合屋，能够让所有的灾民能够好好的来安置。一面斗发声，另外一个重点要替家己背回，就是为着2018年的花莲大地震。当时鲍坤琪和即卖桃园市长张善政做伙开记者会，宣布捐款的路向。即届定定评论时事的话甲写入性，伫咧社群呼吁大家捐款予县府爱想清楚。当时各界捐20亿，却传出鲍坤琪为着条仔卡摕8亿来补助救灾和观光业者，鲍坤琪嘛正面来回应。由当时的院长赖清德先生所带领的行政院秘书长陈美玲女士，告诉我们，这些受伤的这些产业可以用善款来救助。鲍坤琪提出公文，讲总统当选人赖清德是当时的行政院长。花莲的救灾业者因为地震损失严重，行政院表示会当用善款来协助。比较当时台南地震的营业损失，会当用善款来支应。谣言之国，谎言台湾，用所有的侧翼来对灾区的灾民来做攻击。花莲大地震，大家拢着急要来做灾后的复原，让灾民重建家园的善款，定着会让外界看条条。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